宜兰丹土金遗书的古厝是历史建筑，也毋过这所有权人所一直拢要来拆除。即马经过文资审议委员会审查，是要甲这间古厝刷为个重启，毋过煞引起文化界的不满，认为讲安尼做就已经失去历史的意义。宜兰市丹土金遗书的旧厝已经有90年的历史，因为有台湾、日本、西洋式三种建筑的特色，伫宜兰较罕见，有地区性建筑的特色，红定就做历史建筑。不过最近经过文资审议委员会审查了后，决定要拆掉伫另外一个所在重启，引起文化界不满。重建本质上就是盖一座新的只不过是样子很像而已啊。是，所以。在那个对于我们保留那个宜兰文史空间的这件事情来讲，那个是大打折扣了。伊伫这个所在本来都是因为伫这个丹土金遗书过去对宜兰人家的照顾，阮对你都是非常的孝念嘛，就感谢你过去甲宜兰人安尼照顾。孙宝如是丹土金遗书的旧厝，定着做历史建筑的提报人。伊认为这间厝是现地历史的一部分，去另外一个所在重启会失去历史的意义。加上这间厝的条仔生鲜含烧真严重，拆掉了后，若要搁恢复原底面貌是真困难。丹土金遗书这间旧厝真侪年啊，因为无管理医护来损害，木造的外口墙已经有真侪落落来。经过现场勘查，条仔生鲜砖仔甲嘛落落来，漏水的问题严重。所有权人一直争取要拆掉，嘛答应县政府地上物会当管出来。如果以地域性来讲的话，我们接收的基地也会在宜兰市，那所以这并不妨碍他当初登录基准的问题。官府表示，照文资法第9条，主管机关应该尊重文化资产所有人的权益，所以文资委员决定通过异地重建，地点伫旧准备公馆附近。嘛强调丹土金遗书的旧厝是以建筑的特色有文资的身份。所以异地重建未影响历史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